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天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17个本土病例，也有48个带病入境。另外，其中桃园中立的西体古摆馆一声就增加14例出来。桃园机场逼出诊，就是逼出着防疫人员较紧，而且佫传播感染源，也风声讲这隔离3一天才分一数尔，佫爱重复使用。台铁区间车走海线上北，刷伫咧对分火车头弄着临时柜台，目前台铁也甲柜台缩小追究时间责任。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17个本土病例，也有48个带病入境。也讲到这个本土病例部分，其中有14个是甲桃园中立西体古摆馆是有牵连的。这内面有11个是员工嘅人客，另外3个是传出去的个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会放连到台湾入境进程的采检分流甲轻症分流。若准是20岁到49岁确诊者，因的症状若较轻者，会大声送到加强版本的防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所。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扩大，17、8日新增加17个确诊的病例，创下今年以来过一天确诊上侪纪录。新增加的个案是以桃园西体餐厅群聚为主，拢总11个人，包括一个西体员工，10个来食饭的人客，其中1月初9有一家伙仔5个人来用餐，目前老母甲3个囡仔拢确诊，老爸采检是阴性。另外，进前嘛有一口罩7个人去餐厅食饭，老母甲阿嬷去病院照顾2个确诊的囡仔，即摆嘛拢防验出阳性确诊。指挥中心讲，从这波桃园机场的疫情发生以来，拢总有15个18岁以下囡仔确诊，发病主要的7种症状拢像感冒同款。15位当中有5位，就是1/3是没有症状的哈，有6位有发烧哈，那另外有3位是有流鼻水哈。那另外3位有呕吐，这个症状有可能一个人会有好几种，所以都会重复的计算。一般常见小朋友感冒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有在我们这次有发现到哈。为西体餐厅传出来确诊个案，目前有3个人，包括一个人保的员工，一个世经科技厂的员工，甲明星科技大学的一个查某学生。特别注意的是，另外也有3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是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护理师的查甫朋友，伊是居家隔离的期间转阳性确诊。另外一个是因为车祸去互医生看采检才确诊，感染源也不明。佫有一个是阿东病院护理师，伊并不是伫咧专职病房，感染源也要调查。亚东医院的护理师，相关他周边的人跟他亲密的接触，跟他病房相关的人，检验都是阴性。那现在我们要做基因的定序，看看它的来源是在哪里。但是中表示，西体餐厅内部的感染，目前累计已经有27个人，也若佫另外传出去确诊的嘛有8个人。若是以病毒2天内就传播力来看，可能还佫有还未发现的，大家都要看密切的。我虽然不希望有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了。那但是因为这未爆弹是能够是报在疾检所，就换句话说已经被匡列了，那当然就会安心很多。但是如果是没有被匡列的，还有在阳性的，那当然就要继续的疫调匡列。为18、8日开始，指挥中心嘛放定落地采检轻症分流的条件，为原本20至39岁，改做是20岁至49岁，无急性的状态，就会优先收伫加强版的防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所。但是中表示，目前病毒看起来潜伏期较短，会持续观察世界各国的情形，未来可能会缩短检疫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中立这间西体古摆馆，伫今仔日再增加14个本土病例出来，其中有6个是伫咧居家隔离当中检出阳性，另外有8个是苦力起来做采检检出来的。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呼吁民众讲，伫咧1月初7到12这段期间，捌去过这间古摆馆的民众者，若准认为讲家己怪怪出现症状者，就要赶紧去做体检。桃园西体规定小话阁摊开，17新增加14例，西体传播链相关确诊个案，目前确诊人数已经33人。这总共现在是33位。那1月7号是有6个顾客，那1月9号有15个顾客，他们都有衍生出这个家庭或职场，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继续匡列隔离。员工有4位，不过员工也有衍生他的同学。跟学校。郑文灿表示，14个确诊个案内底有6个人是居家隔离期间第2遍采检阳性，另外8个人是西体人客苦力确诊。规个烧话案件以1月初9去用餐的确诊数上多。感染是在7号感染以后，那这个段的这个潜伏期
可能到9号，人的传染还是环境的传染，目前应该都有可能。昨时西堤员工佫新增加1个人确诊，另外有4组确诊人客，其中2组是家庭参会，一组人客是一家伙5个人，妈妈甲3个囡仔确诊，3个囡仔是1岁、8岁、4岁，所读的学校拢已经预防性停课。爸爸采验是阴性，居家隔离当中。另外一组是一家伙6个人，2个人确诊，也佫有机车行员工的买鸡，一家朋友做伙食饭的。第4组客人他也是6个人去，他也是货车的司机经过匡列采检确诊，同住家人都要匡列居隔。那职场要进行调查，亲密接触的也必须要匡列居隔。但是进前确诊的2个人保员工是爱人1月初7去西堤用餐，经过卫生局一调了后，发现2个人伫滨江区的人保电子厂上班，捌伫1月初8登去健康科大考试，不过时间无偌久，对社区的威胁较小。林文灿再次呼吁，初7至12有去西堤用餐，也是讲捌行大过，有镜头民众赶紧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新北市的部分。伫新北市今仔日有增加2个确诊个案，一个是阿东病院护理师，不过这位护理师伊也无负责专职病房。另外一个是台北市一个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确诊护理师的男朋友，今仔也染病。台北市立联合病院陆续有3个护理师确诊，即马新北原来有1个护理师确诊，是一个30多岁阿东病院女护理师，毋是负责专职病房照顾。伊11注第3期疫苗，12采检阴性，15因为身体无拄好，佫验阳性确诊。专案考虑亲人等接触的79个人，采验全部阴性。除了79个人会佫进行第2遍检验。阿东病院原来对全院包括清洁人员等5000多人员全部检验。目前他照顾的这些所有的病患验起来 PCR 都是阴，不过呢，亚东医院会把他以往在照顾的14天内的所有的病患再扩大去采检。因为这个护理师初10要去板桥大湾壁的海底捞板桥店用餐，新北市政府发出93封简讯，提醒迄个时阵甲确诊者同时间用餐的民众最好自主健康管理。海底捞板桥店休2天清洁消毒，也要求员工进行快筛。那我们的海底捞跟公司有收到消息之后，那卫生局是有要求海底捞就是当晚就要立即停止营业，要求就是那一天有上班的海底捞的同事，要去进行 PCR。新北市17新增加2例确诊个案，除了这个护理师以外，也有一个是土城30多岁男性，都是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确诊护理师的男朋友，已经做过2期疫苗。12因为女朋友确诊，互人可怜，采检阴性，居家隔离。15身体无拄好，采检阳性，已经可怜17个人来检验。已经居家隔离3天的阴转阳，这个不在社区里面具有传播力所以这个个案大家安心。若是新北市的疫苗护照17正式伫校园启用，校友2早起来新北高中视察，比较一般的民众摕小黄卡，强调民众必须爱做2期疫苗，做满14天，才会当入去校园，来保护学生囡仔的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看线来看到台北市，台北市今仔也公布2名确诊者所去过所在，其中1位是伫咧1月13捌带着囡仔去到儿童新乐园，偏偏伫即天有5间学校同款伫即个新乐园内面做户外教学，目前834个人拢等来采检。另外，为着要降低这疫情对经济伤害，台北市长郭文德伊是主张讲，就爱使用疫苗护照，伊认为讲若准有推动，这80%的民众也是会当去参加买去。树林科教馆大消毒，因为7楼展览馆出现确诊者来过，要停业3天，其他楼层会伫18恢复营业。受影响的也有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拢是新北的按17967来过。1月13迄天，伊带2个囡仔来台北市佚佗，拄好同一天有5间学校伫儿童新乐园进行户外教学。当一天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小学也有在这边做校外教学，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也有做相关的，正在做相关的采检。目前采检人数有5所学校，我们采检834人。那我们已经召开全校的紧急会议，然后并且已经告知用班赖的方式转知全校所有的家长。那目前我们也在等采检以及采检后续的结果。校园高度戒备，赶紧安排检验车入来校园为师生采验。还有一个按1792伫通
机场工作，逐工坐台北捷运往回台北车站甲明德站，因为疫情搁拖开，市政府鼓励民众完整注疫苗。台北市政府伫南港火车站要加开中型注射站，18开始民众会当利用1922系统来预约。台北市长郭文德是主张使用疫苗护照，伫台北通的 App 内底用青顶显示已经注2支，红顶表示拢毋捌注过。20要甲中央讨论，若是同意资料改接了后，就会当启用。那如果用小黄卡，你知道吗？我保证你用2个礼拜就搞丢了。如果用这个方法了，80% 人还是可以去参加尾牙。那如果不这样做，很多尾牙就被停掉了，反而对经济的杀伤力更大。我是主张使用疫苗护照的。因为过年前后是尾月甲春酒的旺季，台北市政府强化餐饮业防疫管理，员工爱挂喙罨，环境清洁爱确实，爱就是实联制甲顾客用餐管理。宴席中间袂使离道敬酒，业者嘛爱做到提醒的责任。若做无做甲到，经过稽查，阁无完成改善，就袂使提供店来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机场的疾管署防疫人员，这个月16有人确诊，而且是揣无感染源。立委赖香玲就接到有人甲伊投诉讲，这机场的防疫人员因所穿的隔离衫有重复使用的情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因为要求因就要重复使用这隔离衫，这敢是厂商管理的问题，是该去了解。加防水的隔离衫挂伫休困的所在要贵用，要防疫的协困人员直接伫航海大厅加隔离衫脱落来，并且用塑胶袋缀着，后摆要搁穿。立委赖香玲进前接到投诉，讲机场的防疫协困人员限制一天，敢若会使使用一领防水的隔离衫，已经有现场的人员处在未着病毒的风险中。有人1天1件还发夹链袋带回去，这是完全不对的一个差别待遇了。这些病毒如果沾染的话，会不会飘散出来？那在旁边休息的员工不是一样，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不够安全，甚至是没有办法做到防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吗？隔离衣或这相关的这些PPE， 我们不会要求要重复使用了。那是不是个别在厂商在管理上面的问题？那我们要去了解。因为这防疫人员是在现场第一线，所以讲每一个所在部署拢要更加小心细腻。因为指挥中心16公布确诊个案内底，有1人是桃机的防疫人员，而且感染源不明。更加传出有防疫人员反映，防护的装备对于高规格兔宝宝这个装备，比降级真多，包覆度不足的防水的隔离衫，并且烦恼可能是防护装备的清烫训练无确实，而造成去坏掉的。平常如果没有在执行工作的时候，他经过这些环境上面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接触面的接触或者是这个可能的这个气溶胶的这种传染，像厕所它多元管道会造成在整个防疫上面的这个疫调上面会相当的困难。这些所谓的穿脱训练都是一直在进行中的那因为单位里面也会有新进人员，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这个穿脱训练，不只是 CDC 的人员，各种之类的都应该落实这些训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相关人员拢是伫咧工作，需要好好来保护，莫因为企业的关系来到社区造成互相的惊吓，爱搁自家家己保护好。另外，陈秀熙也讲，包含人甲人在距离的接触，喙烂是毋是接触物，气溶胶的传染拢是即摆 Omicron， 真侪种的传染模式，所以讲医护甲防疫人员即个第一线现场的工作人员，拢应该爱赶紧来注射第3档的疫苗，而且这注射率一定爱到9成以上。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17早起3个长程的航班，总共检查175人，有8个人确诊，阳性的比率大约是4.57%。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台北市有一名警察做快筛所验出阳性，这台北市警察局就随进行大消毒。本地是要打算启动居家办公，却因为 PCR 采检验出阴性了后，就无来分开办公啊。行政署长陈家钦表示，各地头的警察局会当看疫情严重程度来规划分开办公的做法。另外，伫前线的警察也讲，因伫咧掠这食酒赛车的时阵，拢会叫民众喙暗着爱流落来，爱喷一个酒测的机器。 也因为这顶头会绑着喙烂，伊嘛感觉讲心惊惊。台北市警察局一个警察17身体无爽快，上班进前去检查验出阳性。台北市警察局赶紧来展开清洁消毒，更加建议想要重新启动特殊分流办公。刚才经过 PCR 检查结果阴性，不过警官的交接典礼改做线上来举办。对着这个疫情情况，各地警察局是不是拢应该启动异地来办公？疫情的一个需要，我们都尊重地方政府。 它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那如果疫情会有在升高，我们也会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实施相关的异地办公。
这摆戏行一场，台北市警察局原定分流做法也取消，不过警察平常时群舞真无用，亲像此地啉酒开车，拢可能甲民众面对面来接触。伫群内坚守岗位，随着疫情清悬，对着感染的风险，警察也讲，无论是执行此地业务交通违规定，出群时难免些烦恼。多多少少都会有担心，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包括驾驶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蛇行或是有忽快忽慢，那以及透过外表的特征来判断是不是有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较莫甲喙掩摕落来，鼻请来手气，防疫爱小心，搁再小心，带一摆性的手套来实施这个手册，降低传染风险。莫用接触来喷水，会用直接现杀。即摆就民众结束手册，机器就消毒，更加引进红外线机器，加强清洁。为何伫安尼同时，防疫嘛爱顾？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2日，大学学测就特别考试啊！教育部今仔日也对外说明防疫措施，会亲像去年大学指考的防疫规格同款落去办，专程爱挂嘴暗，也爱磅体温，而且亲戚朋友是袂当来陪伴的。依去年的指考的防疫规格来办理。教育部宣布，照去年大学指考的规格来办理防疫措施，因为大学学测会伫1月2日来举行，不过最近本土疫情佫压起来。安怎把考试场的防疫做好，是受到大家关注。每一个分区学校都准备发烧市场跟备用市场，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就是到这些市场来应试。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这个我们都会跟地方卫生单位进行勾稽，一律到我们另外设的隔离市场。除了挂喙暗、管制动线、无开放备课、食中昼等爱用隔板等等的规定以外，考生爱早身份识别证件、甲磅体温，而且考试场都要维持通风、加强消毒。针对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考生，会用另外试场。事务监视人员都必须是施打完2剂，多数考生已经都有施打1剂疫苗哈。那目前在台北跟新北哈都会新增2个备援学校。桃园地区会直接新增4个备援学校，另外新竹目前在安排新增1个。对应届考生甲家长来讲，对防疫措施也是无法度放心，因为这考生拄好当着108考纲实施了后，头一届考试招生的新制，等于是爱承受疫情甲考试招生新制相等的压力。还是不希望像去年指考那样会延期，规范没有问题，是执行的问题。要加强巡查，当然一方面是一考招有太大的变革，所以不确定性实在太大。今年是学测绑分科，其实没有人敢放弃，因为他学测就要考到一定的程度哈。医学院牙医的部分还是不行，那他们还是被逼重考，这个部分我确实没有看到配套措施。针对较近无法度参加学测的考生，教联会会提供翻册、申请甲分发等等补救的措施。不过，家长团体嘛指出，涉及人力控管的医科、气科甲中医，也有输培公费生无包括在内，这有可能会影响部分的学生，呼吁相关单位都要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前几日啊，飞行官陈毅伊驶着 F-16B 战机出去训练，不过在发生意外，这事故原因目前也正在调查。即马也有风声讲，一个飞行机出代志进前的前一天，就发现到这机舱出现有毒气泄漏的警示灯号。不过空军也驳回讲，迄当时这灯号确实有倒起来，不过是紧急动力机的灯号，经过这确认是认定是故障的。不过讲到陈毅这名飞行官。到达已经失踪是到第7天咯，家己地检署也依照着这几日，拢有找到伊身躯的一部分，来认定讲伊的死亡是意外，也开出着死亡证明书给伊的家属。跳伞船伫 F-16V 战机落落海地点附近作业，第2跳伞船也伫早起9点拖往作业区。超找飞官陈毅甲战机机身的任务拢无停过，下晡传出佫找到飞官的军衫、防护衣甲头部。检方综合最近扣到的组织研判，陈毅因为严重受伤大出血，组织器官严重灌流不足来死亡，已经开死亡证书。综合日前所寻获的一些检体以及 DNA 鉴定报告，认定陈姓飞官死因为 F-16V 战斗机事故。F-16V 事故真正原因还佫咧调查，有传出事故前一天，捌发现机舱好亲像连氨气，有毒气体有泄漏警示灯倒起来情形。不过空军是讲，前一天巡检确实有灯得到，不过倒起来是紧急动力机的灯号，经过正常停驶检查了后，确认无问题。它是需要具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喷射动力的，所以才采取连氨这样的一个气体。OK， 严格讲，它在一般我们做法是液体啦。OK 啊，那
在燃烧的时候，它产生大量废气，然后去喷射这样。物理老师讲，连咱这种气体无色，毋过有剧毒，毋过嘛因为好小块爆炸的特质，定定做高动力的火箭，人造卫星的燃料使用。毋过军事专家喊怪飞官可能受到连按这种有动气体分歧的讲法。光从无线电或是说照片来、影片来判断说，飞机内部有什么故障灯亮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是太过于妄断。军事专家讲，飞行员伫座舱内有真侪状况爱排除，飞行过程中仪表板的灯号未少，若做无在场，无法度判断倒一种灯号警示。虽然飞机落落海时阵有航空迷看到，毋过只是外观，毋是座舱内，也是爱听候调查结果出来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有一台列车伊上北行至海线时阵，经过堆分火车头，煞去弄到这个临时柜台，造成列车受损。台铁也派人透明，甲这个用钢条搭起来临时柜台，测20公分高。虽然这桩事故无造成人员伤亡，毋过事故原因也当咧追究。列车排障器正边擦落一地真大地，也有一寡切掉分裂，下骹的机件也受损。台铁的区间车16发生列车敢若去弄到柜台以外。台铁赶紧来做检查，加载只有小可损害情形。公务的那个可能路线跟月台的净空不足。早上清晨它已经调整好了。16早起11点外，对中华北上的25里北厝的区间车，离站停靠台中对分站的时阵，头一节的车厢正边的车头直接启动到临时所起的钢铁构造的月台。所调查初步认定，敢若是铁轨路甲车身的健康不足。那加长的部分的话，就因为我们新车型它的月台的长度要必须配合，让它能够完全的停靠。上下行的都会加长加高。台铁表示，这阵对分站正在进行地下道的施工，为着引领新的900型的区间车，也甲原有月台延伸加悬。钢铁构造的月台，去年8月经过台中港务段检查合格，才来启用，意外原因也来调查。另外，铁轨路专家是表示，台铁外包商的施工品质要加强。那个施作已经好几个月了。那每天那么多列车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就只有今天出来。我是觉得是包商，他可能有些施作可能没有很谨慎。专家表示，施工的范围可能是挖滚铁轨路，才造成这个健康不足。台铁表示，若是确认原因，会追究相关人员甲包商的责任，也会定期来检查，确保这个临时柜台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造桥的昆武事业废弃物坑台场又搁再发生冲突啦！今仔日半暝3点多，昆武派几多名保全甲同行机具，甲现场自救会成员发生冲突。自救会成员也上北去到廉政署检举苗栗县政府协助昆武公司闪过法律空隙。自救会表示讲，这个坑台场的气运转期限是到28到期，业者可能伫最近就会进行气运转。自救会因是绝对袂停留。17透早3点外，大镇苗栗造桥龙城村的村民聚集伫昆武掩埋场的门口，无要互大型工具机进入。村民手举悬悬地阻挡，昆武公司也叫保全人员双方发生真侪间 QQ 拉拉，警方为人墙防止冲突扩大。暗过17日下，有车辆要搁进入昆武枪区，搁发生另外一间冲突。另外，其他自救会代表人员是上北到廉政署邮备部调进前，检举苗栗县政府渎职独立，协助昆武公司闪过法规。反昆武自救会表示，这个月28都是掩埋场的气运转期限，10天内业者必须先进行气运转，才会当真正摕到执照。这几天会有大型车辆载上废弃物来到。然后他们为了要通过试营计划的最低底线是，他们要有连续2天，然后埋152吨。他们这2天可能都会有7、8台以上的车子需要进入，然后倾倒废弃物。昆武公司表示，确实在这几天必须进行测试，不过过程一切合法。颠倒批评自救会占用行仔路，这是违法的行为。环评的法令是在95年以后，那在94年我试运转都已经完成了。那我何来环评之说？我根本就不需要环评，因为我是适用旧法。自救会人员也向台北地检署控告昆武公司涉嫌伪造文书。苗栗环保局回应，对于自救会成员的意见会尊重，会听候调查结果出来。像检察院还有法院，其实它这个部分都已经在介入厘清，那我们也会尊重整个厘清的结果。昆
昆务公司是讲，申请过程适用旧法，就算将另外道路纳入兴办事业计划，也是比规定的2公顷较少。自救会表示，这几天昆务要进行验证气运转，目前村民也搁伫现场听候，无要让车辆将废弃物载到场内。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中国第16增加223个人确诊，有60例是带病入境，163例是本土病例，伫天津就80个，伫咧河南也68个。另外，今仔日是中国过年期间交通运输开始无用的头一天，不过今年的这个载运量呢，却无用过遐尼济。官方也估计讲，今年的旅客量大约是11亿8千万人次。中国疫情继续升悬，根据中国卫健委上新的数字显示，16新增加223例确诊，其中60例是境外移入，163例是本土案例。另外，本土案例集中在天津甲河南，分别有80例甲68例。特别注意的是，天津已经连续2天成做中国一天内本土案例确诊上悬的地区。为了防止这疫情一直摊开，有民众向想讲使用无人机伫空中来发话，呼吁住户做核酸的检测。居民朋友们，手机电脑关一关，抓紧下楼做核酸。另外，首都北京16虽然无新增加本土案例，不过对着15个病例溯源，确实发现确诊者最近不受过国际邮件，所以无排除确诊者可能接触境外物件去画到。近期，我国多地也曾有境外邮件及其他物品阳性的报道。新冠病毒可在低温下长时间存活。北京冬奥会开幕即要到咯，北京对16开始加强出入的管制，包含来回北京必须要持48点钟内底核酸检测的阴性的证明。对2日到3月底，进入北京42小时内底也要做1摆核酸检测。另外，为期40天的中国春运对17开始到2月25，甲往年比较，今年春运头一天高峰较频繁，旅客提检验的阴性证明将获得坐车，回乡也必须要落实地处隔离。核酸这些都做了，礼拜6、礼拜天都做了，连续做了3次，然后回家也要隔离，要居家隔离。铁路部门提醒大家，自1月7号24时起，离深需凭粤康码绿码及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乘车。受疫情的影响，河南省倡议就地来过年，郑州车站的客流量不如往年。中国交通运输部有估，今年春运的旅客运量达到11.8亿人次。这年代人流的移动对防疫也充满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Omicron变种病毒是吞噬全世界，真侪国家因的确诊病例量一直增加出来，连囡仔也有真侪来确诊，亲像美国的儿童病院诊所，拢无度消化一寡染病囡仔。另外，伫中东的卡达，也有一个出世3礼拜以后感染到武汉肺炎出来死亡。半岛电视台引用卡达卫生部声明指出，近来一个3礼拜大的囡仔，为着 COVID-19 了后不幸来过身，而且这个囡仔无其他已经知影医疗也是遗传的疾病，这是卡达爆发疫情以来第2层囡仔为着过身的病例。Omicron 侵袭全球，各国确诊病例大大增加，连囡仔为着人数也升悬。美国医护人员已经注意到，全美的囡仔确诊数是明显来大大增加。有5岁以下囡仔，因为无符合疫苗注射资格，有较悬去为着风险。尽管囡仔的症状普遍较轻，不过确诊人数伤多，各大儿童病院甲诊所囡仔病人依然是不满。This Omicron wave has really been, we have matched our worst Delta wave with hospitalizations, and then even more than that are clinic visits for what might be considered mild cases, but it's overwhelming clinics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with just the number of kids coming in with fevers and real sore throats, and it's just a large volume of visits. 面对这疫情，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更新挂喙暗的方式，建议民众挂防护力上好，应甲面拢打掉咧，而且继续挂会掉的喙暗。CDC 无明确建议应该挂倒一种的喙暗，不过民众应选 N95加 KN95的喙暗，因为因会使提供上好的保护力。另外 CDC 也指出，编辑上的布的喙暗只能提供上低程度的保护，也过无论安怎，有挂总比无挂较好，尽量来防范。另外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进行甲总统拜登要求大企业员工来注射新冠疫苗，也是接受检查命令甲动来。这互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莫斯感觉真失望。It was a setback for public health because what these requirements ultimately are helpful for is not just protecting the community at large, but making our workplaces safer
for workers as well as for customers. So the good news, though,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that stops workplaces from voluntarily putting these requirements in place. 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强制餐厅、电影院、健身房暂时内公共场所，12岁以上民众必须至少注射一档疫苗才使入去。路透社是引用美国苹果公司内部的批指出，日开始，零售店店员甲职员拢必须爱提供有助加强社证明，若无必须爱检测是阴性才可以去上班。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人间世事有天灾甲人和性来看天灾。这个南太平洋的东加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到今已经是第3天了。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讲澳洲政府有去做初步评估，无发现大规模的死伤。不过有一名英国籍的负责人来失踪，也若灾区的部分纽西兰甲澳洲拢派出侦查机去了解灾害状况。澳洲的 P8A 侦察机甲纽西兰的 P34 巡逻机咧飞去东加的空隙，因要来观察甲翕相，来评估灾区损长的情形，特别是通讯完全断去的离岛。We are, of course, in contact through our High Commissioner in Nuku'alofa, but communications are very restricted. We are seeking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outside Nuku'alofa itself. 路透社等的外国媒体引用澳洲官方的讲法讲，根据初步的了解，这个火山爆发引起的地震甲海啸，并无伫东加的当地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有一个英国的负责人失踪。除了灾情的评估，附近的国家所落来都是准备要到救灾，还有支援相关的物资。We are, of course, preparing for the C-130 to also depart today in order to make drops of provisions to Tonga, regardless of what the airport situation is looking like. 不过，除了解决物资的需求，东加政府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就是为外国来遮的人员甲物资，新冠病毒可能嘛会对咧入来。东加到目前为止也是零确诊的状态，所以可能的做法，就是入境的物资爱先做隔离，也若遮的外国人员是依期袂当落飞行机的禁令。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就日本媒体报道讲，台湾可能伫3月进前就会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中国国民党立委洪明凯伊也推测讲，开放的时间点将有可能是伫咧旧历过年进前。中国国民党也呛声讲，若阵政府要开放，无排除的抗争，或者是阻碍技术的运作。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敢是要开放进口，引起大家的议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可能伫3月份进前会开放了后，国民党立委洪明凯以内地公投过关的结果来推测，政府可能无偌久就会开放日本福岛的食品，也个预估时间点真有可能伫新疆进前。如果说照现在民进党政府的规划跟想法的话，确实农历年前有可能是他们发布重大政策的一个时机，而且这也刚好是在311之前。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集人费鸿泰强调讲，南洋的态度都是坚持2018年公投的结果。民进党政府若是坚持要改进，国民党政府无排除任何抗争甲技术的运用。不过，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是呼吁，唔通讨债国家的资源。真的，请国民党不要再浪费国家资源了哈！不要忘了12月18号4个公投，浪费了那么多人民的一些精力跟内耗。日本福岛食品若是开放进口，免怎确实来把关食品的安全是真做第一要紧的代志。不过，甲来克多巴胺的检测无共款，各地卫生局有会当做辐射检测的设备，目前敢若新北、台中甲高雄，开放福岛食品的管理嘛，真做真大挑战。在检验有全国检验联合分工，边境检验是一个重点的关键。那市场抽验的部分，事实上卫生局还是会持续进行。台中市在106年即购入食品伽马射线增减计数器，有能力进行碘131、铯134及137等3种放射性核种子检测。针对日本福岛食品改进的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讲，人民的健康甲食品的安全是上重要的，袂当交换嘛，袂当做买卖。也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中央会当尽量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中山大包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怀珍7个人去防指控讲涉嫌摕中国资金，用请食饭赞助回零机票的方式，伫2020年总统大选进前，替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跟韩国瑜求票。台北地方法院依照着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判林怀着要关3年10个月，其他4个人是判刑1年8个月，有2个人判无罪。
参会顶真高讲笑，中沙大包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怀，互人指控2020年总统大选前，涉嫌以中国资金请台商台星，搁赞助机票钱的方式，有关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选情，检方照选举罢免法起诉，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一审判处30个月刑期，体罚公款4年。他确实有提供给有投票权的人1500块人民币的机票补助。林怀的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3年10月。涉嫌贿选的还有中华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辛斌等4人，合议庭认定被告协助林怀将机票补助消息发到台商回乡组的微信内底，所以有乌洗的犯意，判刑1年8个月，体罚公款2年，还会当上诉。那个活动我也没去参加，我不认识林怀，我也没去。是，我怎么会有罪了？判我无罪，那只算司法还还了我一点清白了。专栏跟中华妇联会理事长胡建华、加中沙大会副会长董建华，因为证据无够，被判无罪。因为中沙大协当年拢会举办买艺甲抽奖，所以合议庭认定参会部分无法度认定有乌洗对价关系。韩国瑜办公室是回应无清楚参会活动，无法度评论判决结果，并质疑司法用这种方式抹红韩国瑜已经造成侮辱甲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地区的本土病例一直走出来，即马有真侪公司拢量早安排，亲像是银行也个电信业者也拢宣布讲，伫咧基隆湘北桃园地区办公室的员工拢改做是居家上班。那台积电今仔日也宣布讲，毋是公司内面的人就袂当入去厂区，也会启动分组营运模式。即马也有一寡公司开始取消桃园厂区的买价，也宣布讲袂当走去别个厂区啊。旧历年活路，袂少人爱换新钱，不过新冠疫情为桃园地区开始断开，搁因为中立联邦银行团保人事件，国内袂少金融业宣布提早实施伫厝上班，包括中信金、国泰金、富邦金、玉山金等。北台湾的员工实施踮厝上班，另外华南金、第一金也开始各部门上班时间小闪开，分流上班。毕竟下礼拜一有换新钞，那金融业者有没有办法延续到这个1月28号以前都分流上班？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持续观察。国内三大电信业也同款，其中台湾大哥大先宣布，湘北、基隆、桃园、新竹地区办公室的员工改做居家上班，除非有其他业务需求，才当入来办公室。个禁止员工跨栋接触，远传电信也宣布员工会当申请居家上班。中华电信是讲1月7日已经内部公告，桃园新北永和区上班分层分流，也当申请踮厝办公。桃园地区和新北英歌，他们基本上他们可以申请那个居家上班。电子业广大营业达也甲鸿海子公司、丰标台达电这公司，同厂区宣布分流上班，佮禁止跨厂区移动，禁止外来人客。另外，台积电也17宣布严格防疫管制，宣布全面暂停外宾入场，启动分组营运模式。当然希望不要，对啊，很麻烦，因为远距工作的话，就是那个远端连线，那个眼睛蛮吃力的。对可能爱个踮厝办公，部分电子业的员工表达无奈。不过电子业疫情持续断开，人保平顶厂有2个员工捌去实体用餐感染到，人保科的相关接触者17个验出1个确诊，目前工厂全面停工。总共检验的1595位。那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验出来的这一位是阳性，是平镇那边的，所以我们这边是没有。公司都有发公告，然后说按公司流程。人保16暗发布消息，针对7白至15工厂相关人员进行全员快筛，另外也强调会针对4颗咧进行全部的大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西体牛排馆的群聚感染案目前当咧逼，有一个还未杜症婴仔去喂着病，就医生烦恼讲还未杜症婴仔伊的免疫系统到当时还未完全开始建立，若准去喂着病，这动症加死亡的风险都会变悬。另外，也有专家认为讲，这届疫情上无是爱到这过年初6过，而且搁再经过14天做观察，也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意了。桃园西体餐厅相关的群聚案持续伫炭烧，除了1月7日联邦银行员工买价迄天，有其他的人客喂着，想袂到过2天去食饭的人客嘛感染。昨日暗时传出，还佫有其他去用餐的家庭嘛去喂着，其中还佫包括婴仔。针对这点，医师烦恼讲，一岁以下的婴仔，若是无拄好去喂着新冠病毒，动症甲死亡的比例会较悬。
1岁以下主要是因为他的免疫力免疫反应能力比较差啦，所以我们虽然说儿童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那个发重症的比例低，但是对于1、2岁以下的话，它重症比例还是会稍微偏高一点点。因为本土疫情持续在增加，带病入境的个案直头增加。有专家认为讲，今年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大部分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甲去年主要咧畏团的病毒 Delta 症状是无啥共款。若是无考虑做采检，是真恶找出稳定的传播链。这波疫情至少搁要观察到新增了后的14天，才会较明朗。大环境跟趋势的问题啦。基本上这一波疫情要等到过完春节，很多台商都回去他的工作地点，可能要到2月底，这个疫情才会明朗化。专家提醒，65岁以上的聚会人是高风险的族群，建议爱赶紧做疫苗。目前台湾还无迄个本钱会当甲病毒共存，因为老大人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还未达到90%。若上北甲桃园的民众，伫这段期间爱避免去人丁较济、较客的公共场所，来降低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有锋面通过，搁再加上东北季风，中部以北今仔日是10个冷的天气。暗时东北季风会变强，对拜2开始全台沿路落雨。拜3天气会较稳定，不过拜5这水气搁再增加，也会搁较开始落雨啊。东北季风来，搁加上华南云河区向东平线，大台北地区一早起就感受到天气变较凉，也开始落雨。这种无稳定的天气一直到拜3。因若8月暗时，东北季风继续增强，全台湾这种10个冷的天气会愈来愈明显。明天整体的气温下降，以及水汽比较最偏多的时候，那所以明天整体的白天的气温都是回升不明显的。那就是在早晚的低温方面呢，其实各地的从周1到周4，大致上的表现是差不多，大致上是在13到16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讲，10月拜2开始，全台湾拢会落雨。直到拜3水气小可较少，延误各地温度回升的感受无明显。预计拜5又有方面来，同时自今仔日17拜日早起开始，北方的高屏地区空气品质开始变坏。最南部那一端的风比较弱的情况下，所以污染物会有一些累积。那当然到了下午过后呢，第一个是中南以北会下雨，那南空气品质会更好。那在南部的风呢也会逐渐转强。环保署讲，到了暗时，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南空气品质应该变较好。要果要完全改善，就要等到10月拜2开始落雨了，再把污染物拢洗掉。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高雄大寮有人连续4架放火，一名30几岁姓陈的查甫人，伊不把民众甲一寡物件拢蹲伫路边，对昨暗7点开始伫自由路129巷、150巷这3个所在乱放火，也烧到路边一台轿车和一间人家厝，这厝内面有5位民众掉伫厝内等人来救。有一两个东西啦。感觉烧火一直咧炭，起火地点是日之间常常风坑十几的所在，这阵火还阁影响到停伫边的车辆。这一台车不移吗？车辆已经火烧，阁传出着爆裂的声音，火势阁拖着边仔的徛家。倒伫即口罩一家火5个人困牢的，紧急走到厝尾顶等待救援。加载最后是平安防救落来。现场是伫咧高雄大寮区的文化路，但除了这个所在，还阁有自由路129巷、150巷，嘛伫咧过无1点钟内底发生火警。警方清早发现是共款住伫咧大寮区的单身男子来放火。嫌犯供称他是因为看到那个路边有堆置杂物，觉得他们阻碍交通，所以才要放火把那些东西烧掉。讲遐一堆，遐一堆，讲啥？安尼火烧起来，毋得贵个，对，还袂惊。警方来到单身人住厝内找到伊放火时阵所穿的衫裤，还佫有犯案的工具。嫌犯一度讲毋是伊放的，毋过警方摕出了监视器，伊才承认是伊点火来烧杂物，防伊放火罪移送互地检署侦办。记者王柳田、陈显坤高雄报道。警方伫这个月13有抓到国内2个偷袭别人的论断平台，受害者尚无有280人。不过，这种罪是拢判甲真轻。立委王婉如表示，时代力量党团会伫咧后一个会期提案制定专法，也希望用党法来阻止相关的所谓犯罪。因也呼吁政府就要用积极的态度来保护民众运输。
立法委员王婉如接到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情，因讲有人恶意偷翕因私密的相片，放伫网络顶卖，还佫附因个人的资料，造成因心理上严重的伤害。案件交予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发现受害者至少有200多人，部分的人还未成年。检方13以违反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等罪嫌起诉15个被告。不过相关的刑责伤低，时代力量党团按算伫后会期提出法案，要针对这种网络卖私密相片所谓犯罪行为来制定专法，加强执法的力头。因为针对现在目前成人的部分，大家只能用刑法、个资法或妨碍秘密罪等等的部分来做处理。针对这个未成年的被害人，可以根据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条例来进行追诉。制造影片的刑度是3年以下，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大多是落在6个月，判决的部分大多是落在6个月左右。王婉如讲，这种犯罪行为已经让国内出现色情影片的产业链，批评政府的政策甲态度还佫无够积极。亲像对被害人来讲，上较重要的就是甲因去互偷翕私密的相片，第一时间为网络顶摕落来的机制。国内目前敢会当透过由 NCC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邀请卫福部、内政部甲警政署等等相关的机关，共同设立的爱允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出面来要求平台业者甲影片裁掉。这个处理的力头甲速度始终也无够。其实，在案件起诉之后，并不是这个案件的终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产业结构是在目前台湾恐怕形成另外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市场。王婉如嘛以南韩国家公布通讯审议委员会来做例，因每一年的预算差不多是大票2亿来管理网络的内容，不过爱允的预算才200万，实在是天差地。要求政府都要用更加积极的态度、甲政策来面对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今日举办第2场公听会，动保团体去到立法院门口，要求立委就要听到动物保护列入去宪法的诉求。立法院各政党拢有派人来到现场表达支持，不过嘛是互相下提直接。打扮做动物的模样，做定位立法院均天闹出发，游行到立法院大门口。动物保护团体17召开记者会，传达动物保护列入宪法的诉求。学者表示，动物保护法层级较低，甲其他权益有冲突的时阵，常常拢较弱势。所以现在呢，我们所有的动物保护都是用动保法跟野保法，但民法里面呢，我们动物是属于物，并不是生命哈。那么因为没有最上位的那个动物保护路线作为基础啊，因此我们很多的动物福利都没有办法被兼顾到。目前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猪的问题。神猪本身它祭拜本身不是问题，用全猪来祭拜也不是问题，但是神猪后来演变成你必须要把它养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灌食，让它不能行动。以前的时阵拄到，拢已经爱体量，伊文化馆拢会较悬，信用馆拢会较悬。今日来讲动物保护嘛，在宪法这个时阵，就无一定讲你因为你要拜拜，所以你较大，因为你要文化你较大，无一定。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3党派立委嘛，分别到场表达支持的立场，但是国民两党是互相批评对方无配合。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其实目前都还在声声呼唤国民党回来修宪。不会最多数的执政党民进党。就连民进党的朋友在刚刚的一个发言里面，还讲到说是在野党的责任。动保团体批评，这届有75个修宪提案，7成是政治改革，3成是民生相关。动保日现相关提案总共8案，却无得到详细的讨论。嘛呼吁各政党团爱有动作，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未来无排除有更大型的行动。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伫咧云林口的养殖户最近向县政府申请，讲附近有人将蚊仔租予供电业者使用，不过却伫咧蚊仔底囤一寡废弃物。环保局去到现场勘查，也开罚单，佫会针对着拖把水质做重金属的检测，检验报告若准出来，也会依法处理。怪手甲工地挖开，所发现屯平土内底南遮济建筑的事业废弃物，这是云林口湖乡金湖地区的养殖专区。最近有鱼蚊仔租予供电业者发电力能，所干那甲废弃物吞转去鱼蚊仔内底，互当地渔民拢真烦恼水质受到污染。咱挖起都挖土的啦，砖仔角啦，即个有无泰国那拢有啦。两边迄土有够乌啦，我会感觉迄是废弃物啦。重点就讲你即马就是将来落雨落吼，伊的地层下陷，伊的水会存电的下骹伊会扩散到伫周边哦，要扩到啥物看门咱毋知影，要外块咱毋知影。你大水抽起来若是有污染，规个毛拢去啊。
云林县养殖渔业发展协会表示，去年8月落大雨，工程业者未赴排水，煞甲水直接排入去附近的渔船内底，互当地渔民拢真烦恼水质受到污染。有部分的渔船规气放弃饲鳗，甲相关的单位定情要求勘查。厂有大量的一些再生级配料的问题哈。那我们发现说，现场它是属于再生的一个资源再利用，那最主要是在源头再利用机构的筛分不够落实，所以说有一些含了一些其他一些废弃物的哈。那我们也针对再利用机构的部分做一个开罚的告发动作。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定情人怀疑渔船内水质受到污染，目前有采集水质，阁有乌6大土坝送验，看敢有重金属。相关的检测数据都要等到结果出来，若是有违反土坝的管制标准，就会依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台湾文学园区，今仔日总算甲推动委员会办公室挂牌起嚟咯。文化部的官员也讲，这个园区是要来凸显台湾文学，也是有其他的方向，就爱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文学国家园区推动委员会正式揭牌，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周良德欢喜比如讲，妈妈总算有心啊！台南市政府嘛规划出一个主题。未来台湾文学国家园区的这个预定空间，就选伫总衙艺文中心对面的大屯汇仓库。未来这可望成为推展文学的所在。这个仓库土地超过7公顷，周良德表示，过去因这代惯是用手写，真侪手稿作品的保存，拢互大家偷听。未来园区若建立，唔但互这的文物有安心之处，嘛通互民众有一个行踏的所在，认捌台湾文学。这已经系老啊，即马若过身了后，这子孙就甲好好掉，摕去称斤卖掉，这吼，对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爱册的人哦，这是真痛心的代志。有一个所在通好囥，安尼的时阵大家拢真愿意。怎么样把台湾文学的保存、推广，甚至延续，好这件事情是文化部会跟台湾文学馆一起来努力。那至于说要不要用一个园区的方式来彰显我们台湾文学，这个事情就是看大家一起来讨论。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即马初步规划推动委员会成立了后，就会马上开始讨论。周良德认为，无论安怎，已经是行出一大步。台南除了台积电，嘛期待台湾文学正做另外一支成果。记者电话文李玉凯，台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